这个队伍千奇百怪、幽默的队伍。 李拉龙，领导娃娃随着孩子找妈妈，随着孩子走丢了。哦，你们很久的时候，请照顾一下你的小孩，好吗？ 哎
小航，请走开一下。
有没有拿来呀？啊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所以，你对大喊那就不服气啊！感谢拉千玺这个幽默的表演。好，电影5万不啦，我们队里机会越来越多了，会破100万哦。还是有加分的，加减减。